来继续来看苗栗县政府保护石虎，伫个道路涵坑架设红外线摄影机来监测，结果讲38台摄影机伫个一礼拜内总互偷摕了。农业处讲，这种摄影机只会当用来监测，袂当摕来日常录影，所以一般人摕去根本就无效用。可见这个窃盗者是内行人，目的无单纯。 石虎为暗坑经过，和阮红外线摄影机清楚翕照。伫公路卡暗坑的入口嘛有小平台，这是苗栗县农业处为了避免石虎山鸟被落山所用的有线石虎通道，拢有翕到石虎的身影，用来监测的阮红外线动态摄影机，一礼拜内互人偷摕了。螺丝，然后还有锁，这个是被破坏的。 本来摄影机包括铁盒仔，拢互人拆去，敢若剩铁架。施测单位除了苗栗县政府，还有南投特生中心，总共损失38台。报警处理的，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警方能够尽快就侦破这个案子，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想揣测。 南投特生中心今日5万公赶紧找转来，验过苗栗县政府认为讲，这款行为有针对性，因为架设的地点有若真稳定，这款的摄影机敢若摕来监测尔，一般人用袂到。针对性的或是这个内行的这个人员来做这些不法的工作。 这种摄影机一台差不多1万块，所谓损失差不多38万左右。县政府甲特生中心拢已经报案，除了窃盗，因为严重影响到石虎保育工作，将会告这个贼仔妨害公务。